交通部为了提升计程车服务品质，持续推动计程车汰旧换新补助，自7月11日起放宽补助资格，凡出厂超过10年以上，且108年6月30日前登记列管之使用中计程车，并以个人行、合作社及计程车行之自备车辆为优先补助对象。其中购买燃油或油气混合计程车，每辆补助15万元；油电混合车每辆补助25万元；电动车每辆补助35万元。申请期间为7月11日起至7月31日止。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，可检附相关证明文件，向车籍所在地公路主管机关提出申请。